来，这个月落这2届的黄酸雨，风形容是雨炸弹崩溃来轰炸着台湾，嘛造成着农产的损失。农委会统计，这个整体农业的损失超过6000万，以叶仔菜类甲瓜仔类上较严重。这平均的菜价是起2成7，起上最是苦瓜，进前是22块半，起12块7。即卖每公斤就要35块2，是来起5成6。讲互乡亲搁较理解的，就是以市价卖价来讲，同款大细条的苦瓜，原本一条是20块，即卖要50块。来到菜市买菜，民众拢会加问贵大，就是拢咧比菜价，因为最近袂少菜拢起价啊。平地的瓜藤类长得比较高啊，还有平地的蔬菜、叶菜类。起上最就是苦瓜啊，平均拢起1倍外。品质高一点的话，1斤30。你现在品质最高级的话，你可能要买到70、80一斤。以苦瓜来讲，到底是差偌济？这一根20块，下过雨的话哈，这一根要50块。我爱食苦瓜的民众就要买落手。如果涨价就会少吃。受到5月2波的雨影响，农产损失袂少。根据农委会统计，整体农业损失是6106万，以叶仔菜类甲瓜果类上严重。交易价平均拢起2成7，起上最是苦瓜，即卖每公斤35块2，进前是22块半，平均是起5成6。第二个就是番麦，5月28交易价每公斤16，5月19是14块4，起1成外。这叶仔菜、瓜果类起，也有其他的蔬菜通好选择。红萝卜、芦笋、竹笋，还有马铃薯、菜头。就惊雨继续一直落，这农损的扩大，这段期间买菜钱是一定爱加付挂。